P. 關於 Global Currency Reserve 同埋 .money 嘅匯率。當你去到 Global Currency Reserve 嗰個 GCR 嘅網站 at www.globalcurrencyreserve.com， 你就會見到一系列嘅 .money 同埋世界上其他嘅貨幣嘅匯率。喺現今嘅世上，任何國家係冇人或者投資係可以喺全球嘅外匯波動之中係免受到任何嘅衝擊嘅。但係而家有個新嘅解決辦法，而家每一個國家嘅每一個人係好聯合起嚟去創造一個經濟救助，去救助佢哋嘅政府、銀行同埋商業，加上係世界上每一個人。去 www.dotmoney.cash 網站同埋去買一本 .money 嘅書，同加入 .money 運動啦。嗰本書就會喺 Amazon 有售，加上喺各大書局亦都可以見得到嘅。而家我哋嘅錢嘅價值係受到好大嘅威脅。喺冇限制嘅自由浮動嘅匯率所延伸到嘅不確定性，係絕對係摧毀緊我哋全球嘅經濟同埋每一個人嘅生活。譬如喺希臘嘅2008年，同埋係甚至乎大國俄羅斯喺2014年都遭遇到類似嘅危機。冇一個人係對呢啲問題係完全免疫嘅。好多主要嘅貨幣拆家亦都差唔多倒閉，錢開始向一啲高風險嘅產品投資，例如金、股票同埋債券，而呢啲錢呢，亦都我哋不能去花費嘅。我哋嘅金錢嘅價值係受到好大嘅威脅，喺完全冇限制、自由浮動嘅匯率市場所延伸到嘅不確定性，係摧毀緊平常人嘅生活。譬如喺2008年嘅希臘，甚至乎2014年一個大國俄羅斯發生嘅事，冇一個人係對以上嘅問題完全免疫。同埋主要嘅貨幣拆家已經倒閉緊啦，好多嘅錢就轉移向高風險嘅產品投資，譬如係金、股票、債券。即使你由投資金同埋係金融嘅機構裏邊攞到金錢，但係政府、銀行同埋拆家係倒閉緊嗰陣時，我哋嘅錢就唔再有價值啦。請去 www.dotmoney.cash 去買一本 .money 嘅書，同埋加入 .money 行動啦。而 .money 行動就係一班普通嘅人去聯合起嚟，去創造佢哋嘅經濟救助，去幫助佢哋嘅政府、銀行、商業同埋世界上每一個人。嗰個係 www.dotmoney.cash 加入 .money 行動。本書會喺 Amazon 同埋各大書局有售嘅。